谢主，啊，甲后壁举手的，啊，这首歌是咱的神圣时内底，所以咱做做伙来学这条歌哦。感谢主，着感谢主，着感谢主上帝，来做伙来念。感谢主，着感谢主，着感谢主上帝。感谢主，着感谢主，着感谢主上帝，因为你主爱，我们的永远存在。感谢主，着感谢主，着感谢主上帝的爱。感谢主，着感谢主，着感谢主上帝。连续唱2摆，然后举手的，因为伊主爱甲恩典永远存在。了后，搁转去到头前，感谢主，着感谢主，着感谢主上帝。安尼做一摆完整的结束。安尼，知影要安怎唱无？知哦。爱认真做，等下考试哦。来，感谢主，着感谢主，着感谢主上帝。感谢主。先互大家一个提示哈，请问这首歌头前2句讲的是啥物话？感谢主，然后咧，着感谢主，着感谢主上帝。所以伊的重点就是爱感谢主哦。啊，因为啥物话？我感谢咱有这样呀，因为啥？因为伊主爱，甲啥物话？甲恩典。请咱来记一咯，因为伊主爱甲恩典安怎永远伫咧？好来，我唱一摆了后，就人摆起来啊！感谢主，着感谢主，着感谢主上帝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着感谢主，着感谢主上帝，因为啥物话？咧唱咧做咧拜时吼，坐2边吼，拢无啥平坐呢，对一边较坐。
谢主，然后有两个原因，咱今仔日伫遮要唱互人听，要唱互人知，水煞过咧。来啊，这边先开始哦。来，无听的哦，要小细声哦，咱下日会输去哦。感谢主，着感谢主，着感谢主上帝，因为两项代志。
真心听你的中间，我会当找到我人生的价值。因为当我伫你的面前，伫会场的中间来服侍你的时，我定心看见，我是你所创造的器皿，我所行所做的，不是为着我家己，是为着姐姐。主，我要学你，咱再来一摆。主，我要学你，尽心尽感谢你愿意伫阮人生所行的路站，成做阮的牧者。因为有你的引带甲带领，才互阮伫所行的路顶悬，阮的心无惊吓，脚步无摇颤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无论经过旷野，也是踮伫草坡，你拢用你的腿甲你的管牵阮、引带阮。愿只有要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你讲，主啊，愿你一生一世成做阮的牧者，带阮的脚步来行。愿安尼祈祷，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请咱做伙起立，来吟圣诗141首，耶稣做咱牧者。Jesus.